见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？无情人，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时间就要到啊！到即摆唔来啦！注意啊！甲我讲要甲我斗3工，哎呦，唔知甲我创过啊袂？我真正要急死我！上灰啊！小蔡，杨大，这是灰来，灰啊！要你来做无？啊，没啦。因果是这个唔知去消费转来，自死拢唔写啦。吼，这玉娇吼，这查某囝带袂走倒去啦。伊若是伫厝的哦，我嘛免欠准的二两济。哎呀！哎呀，你莫生气啦！你叫我莫生气，啊！你当嫁过尔，转来做头等家，摕一摆跋酒倒来要甲外家乌钱，你我袂生气哦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你的。哎呦，王小妹，阿兄哪会甲你讨钱？阿兄是一时安尼看袂过，生气话啦。阿兄以前毋是捌甲你讲过啊？阿兄这无母无教的，对无吼？以后咱人家财产拢是你的，对，你看要安怎用，爱甲你拍算啊，吼。哎呀，你实在是对我真好。是讲阿美啦，迄廖天明吼，跋输缴，人因老母甲因某都拢唔参与，是讲奇怪呢。你较准伊也是安怎要听伊啦？好啦，莫讲这啦。阿美啦，道理已经嫁互准伊啊啦。哦，俗语人咧讲啊，嫁鸡对鸡飞啦，嫁狗对狗走。既然要甲人安尼食饭，以后事行行，就爱较吞润的，爱较巴结的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妈，你带我回去外妈遐，结果你嘛甲大舅王家去互外妈挂出来。即摆你无爱回去厝的，你来阿妈家要创啥？你掂掂啦，念念你要听的吼，你若看我哭，会记得你哭，知无？无代无志是要靠啥货啦？哎呀，你毋免问遐济啦，规伫咱内入内底吼，会记哭就对啦，知无？来，到底是安怎？我哭袂出来啦。哭袂出。哦，足甜诶！你啊，都是甜爱哭啊！我甲你讲，咱即摆若无招你阿妈倒转去，咱所有日老要拍死。
公公，会记考哦。知影。阿母啊，阿母救命哦！阿母啊，哎靠，哎紧哦！阿母啊，阿母，啊，你是安那啦？哈，你救我啦！安那啦？我天明是叫安怎是无？哈？啊，做伊啊你啦？做伊啊？无啦，当毋是做伊啊啦，咱嘛天明啦，大叔叫人拍我，你啊替我做主啦！大嫂，你莫再倒假哭啊啦！昨昏大晓转来，想要骗阿母的钱，我跟你讲啦，这招已经无效啊啦。无啦，阿母啊，我通到去后头厝呢，这我唔知啊。阿玲，我问你，恁阿爸是毋真正跋输叫输百5万？是啦，我爸爸叫我妈妈提钱去还，啊妈妈唔肯啊，就去互爸爸拍，妈妈才带我回去我妈遐住。啊，若照你即摆来讲，啊，毋但是事实呢，毋是恁共同回哦。无啦，无啦。无，阿丽啊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啊？当时发生什么代志？昨暝大晓转来啦，规身躯互拍甲乌青筋火，啊想要甲阿母借钱，我想讲吼，伊是咧甲我骗的呢。阿母啊，啊这天明人伫倒位？啊人要去无哈？啊，就日夜要替伊出面啊，啊毋过伊嘛无钱甲人讲，即摆嘛毋知是安怎啊。哎呦，啊，主意若真是听我的话吼，毋叫斗相共吼，安尼就凄惨嘛啦。安尼是要安怎？阿母啊，拜托，你叫郑杰，你要叫天明好无？拜托个啦。啊，这大嫂，你即摆也知影二遐的好处啊吼？毋过这是阿母，叫金婆伫我遮啦，啊囡仔拢伫我遮啦，啊无咱进来了去叫天明好无？好，紧来下来去啦，紧来去啦。阿玲啊，啊门不要好呢。哦好。时间就要到啊！注意啊，到即摆不来咧，那遐好熟啦。嘿，了当的，开门啊！啊无紧开门，你变安怎啊？你来啊！来，面姐啊！了当的，啊，那就是对阮遮好啊。好，是先人起来嘛。遐济啦，遐济啦。招咧，恐惊是无钱的款哦。钱哦，钱有啦。吃。只有150。无啦，才80尔。啊，剩了70咧。我听人讲报警啦，刑警算哦，会用去切一半啊。谁讲会用切一半的？无啦，我听人讲的，讲会用切一半。你听人讲切一半哈，你怎么自家装笑哟？不，哎，这个。我讲，阿妹，真久无看，最大。这规矩哦，是我甲阮大爷讲的，是讲哦，我脱离开这学校遐尔啊久啊，规矩毋知该安怎，我是毋知影，是讲应该是袂差太远啦。也阮大爷福利若无够，我会补偿啊够福利。无啦，大啊，只有你一句话，阮无话通讲。是啦，大个啊，自从你转来了后，拢无来甲阮相催呢。你咧假释这个期间，阮也毋敢去甲你交了啊。所以今日已经点点看到你哦，实在有够好个啦。是讲，恁敢毋知伊是我的大兄，那会连我的大兄你也甲用？就是因为哦，明知伊是你大兄哦，阮才敢要甲创的啊。大啊，你莫误会啦，是因为吼，阮做兄弟啊，看袂过讲恁大兄咧对待你啦，啊，讲一点仔兄弟的感情拢无啦，所以哦，毋得利用即摆的机会哦，听讲替大兄你出一口气，好好甲教训。这是恁摕去，该恁得的就是恁得的，我也袂去动恁的财路，也袂去欠恁的金钱。好啦，大个，啊无遮吼，阮摕来食者啦。过去啊，你拢替阮兄弟啊，所以吼，阮无欠你的钱，你嘛无欠阮的钱。
了当的。会用甲准义大啊，做亲兄弟啊，是你的福气啦。做亲兄弟啊，就这互相的照顾，互相尊重啊，敢毋是？对啦。大个，歹势啊，懵上来。哎呀，以后莫去跋啦，外口真好，真叫一大堆啦。是讲拄着即届有熟识吼，才较好讲话。另讲拄着无熟识吼，这就真歹讲啦。我拜托，以后莫去跋吼。哎呀，我来去。当你嘛拜托的，嘿，当你袂报叫，互你来甲我管，当你凊彩讲的，哼，哎，嘿嘿，咱人一定要学安尼，人拄着代志哦，啊，就结果还袂到结果输来，迄个会死会活，啊，有偏孤人啊，哈哈，哎呀，等，这个死肉胶吼，查某囝甲我拖出去，伊就莫转来，因为转来伊绝对无放伊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来，天嘛，你来啊！我找阿妹讲话一下哈。啊，来，你这来，你这来，你这。阿妹啦，阿妹啦，阿母你哪会走来啦？啊，准姨也去倒位啊？准爷去大乡乡，还袂转来。啊，若有准姨去就好啦。若准姨也出面吼，看会较无代志袂啦。啊，准姨啊，阿嫂，准姨啊，啊，我听面怎想怎啊？安娜，啊，讲了安娜。阿母，放心啦，代志哦，拢会慢慢解决。哦，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。当然安尼上好，钱题解决，唔好嘛就爱好。腾哥，歹势啦，这个钱害你，我有甲你用淡薄仔去。请嘛，来，面这来，面这来，面这。阿妈，那什么代志？你敢袂使跟我转来一下？阿母，好啦。阿爸，转来啊！啊，恁母啊？有啦，有转来啦。你原来怎转来？哈？你原来怎死的？想的！天明啊，你真是我袂惊哟！要甲我气死！你安尼是想什么哈？你敢会晓无条来当父母尔啦？这个拄到外口大门，你敢有知晓？惊我直接甲你压尾仔狗哩啦！你家己讲，你古早是上去恁老爸拍大拍细，啊你即摆呢，食愈老食愈惨，就恁老爸啦！哎呦，真是要活活甲我气死！无知晓啦！母啊，恁完全拢有人爱我，我咧做代志哦，还佫照干干的，啊！恁咧大家拢甲我当作无路人啊！啊你跋输囝，都来拍大拍细，拍某拍囝，啊你讲真了哦？啊你叫有真真哦？哈？你讲啊，你家己做甲互某囝看你无？你叫阿母要安怎替你做？要看你会起？家己想看卖了啦！大母人大母种啊啦！看卖咧，啊你某囝拍甲丢心，哇！你实在。好，我是啥物？他摕来看卖啦。妈，金宝也下尾转来啦。金宝啊！哦，讲安那啦，是安那，
阮金宝也讲安那。伊讲伊厝就头路啊，吼，可惜嘛这几年，我嘛写地址。妈，你看邮票，等下伊那是对倒位来？大宝，我这个公孙，唔知到底是你拍出来安那是安那。即马唔敢希望伊啥物啦，只要平安就好啦。只要你若平安，我就好啊啦。哎呦，是囡仔来讲，你是作一个，啊又去闪着，疼着着。妈妈，咱去内面休困啊。哦。阿妈家己要休困，你跟你老母做伴啦。妈，你是安怎？我若甲恁老爸离婚，伫咧地下。妈，你莫甲我讲生笑啦。但你拢爱大汉啊，只要你拢有看呀，我甲恁老爸过安尼落去，有啥物意思啊？我替伊顾囝、顾钱、顾家庭，伊无感谢无代志，若去圣地又喙毛、出手泡。感觉咱查某人一遮水，出是要人飞叫袂哦？妈，即摆是爸爸的毋对啦，你想较开的啦，佮让伊一摆啦。我嫁伊20几年啊啦，我已经忍耐到足够的啊。我已经决定啊，伊若搁甲我磕一个哦，我就要甲伊离婚啊。到时阵你免替他咧求情。妈，这嫁金婆啊啦，囡仔啦。会叫恁老爸啦，咱讲啦，爱啊花你做去花蕊啦。我哦后摆哦，我替伊顾钱，叫伊责任家己担啦。妈，安尼敢好？无啥物唔好的啦。那你去洗被煮饭，甲阿妈讲哦，食饱倒。哦，好啦。能差2万8。安谢啦，我若有哦，我会随时了是的是无要紧啦，注意啊！啊，阮阿美人吼，对你遐尼好，我做大兄想到就这大呢。你敢袂当讲，互阮阿美人莫为着你的代志安尼遐尼吵，安尼我就甲你真说多谢啊！我赶紧摕钱来去行啊！姨呀，你是咧想啥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阿母去阿兄遐，唔知安怎。既然你袂放心，煞袂来看卖啊？我看，我是卖去比较较。阿丽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阿嫂，我是看讲你甲二兄有遮侪遐尼烦恼的代志，感情过会当遮尼好，我实在足欣赏的。你看到只是表面上啊，其实我甲你二兄嘛是定定咧冤家。你甲二兄感情遮尼好，是翁仔某；大兄甲大嫂逐工咧冤家相拍，嘛是翁仔某。啊我咧，我煞去爱着一个。安尼，既然你决心要甲迄人找，
就莫想遐济啊啦，甲过去迄段感情放我袂记。这话无用气气，啊，逐个放咧无人通听啦。喂，哈，后文成啊，是恁二兄无看咧，好叫伊去公司。好啦好啦，等下再甲讲啦。迄水也真惨，后面带着佫4过5白去啊啦。嘿，啊，快！阿妹啦，你会忝的。袂啦，出来行行的啊，总是安尼比安尼规工关伫咧厝的搁较好。好是好啦，啊毋过吼，若互阿母知影，你一定会念啊臭头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重，通流半滴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。